决斯坦基金会于2月17日在伊斯坦布尔纪念里扎贝金将军逝世10周年。里扎贝金是东突厥斯坦民族革命的领导人之一，也是土耳其军队的将军。多名维吾尔和土耳其学者、非政府组织代表和民众参加了在宰廷波尔努文化中心举行的纪念活动。活动开始之前，举办了图片展览。土耳其学者阿布都卡德尔·阔努克教授主持活动，麦格皮莱提博士等分别发表讲话。2月17日，纽约时报和英国广播公司等媒体发表了有关一份关于维吾尔人被关押的机密文件。这份机密名单又称墨鱼名单，记录了311名被送进集中营的维吾尔人的个人细节。他们被关押的理由包含申请护照，或是与在土耳其的人成为微信好友。这311名维吾尔人都在2017年到2018年间相继被关进集中营。名单中还包括与这些人有联系的数百人的信息，其中还包括儿童。许多国际主流媒体花了数周翻译墨鱼名单的内容，并针对名单内的资讯也进行分析。对墨鱼名单的研究分析也揭示出中国政府运用何种严酷的手段来监视并逮捕维吾尔人。周一上午，在吉尔吉斯斯坦中部的纳林发生有1000人以上的抗议活动，人群中还有骑马的人在内。他们反对在这个山区建设一个商业后勤中心。有人举着的牌子上写着：“我们不把吉尔吉斯斯坦的土地给中国。”据报道，一位准备投资3亿美元在吉尔吉斯开创经济区的中国投资者周一宣布，由于发生吉尔吉斯斯坦人抗议中国投资的集会，他决定撤回投资计划。北京为建立庞大的全球贸易网络，全面推动“一带一路”。这项野心勃勃的计划近来却在中亚内陆受挫。中国政府采取措施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之际，官媒报道称，今年人大会议有可能推迟召开。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被视为该国年内最重要的政治会议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预计被推迟召开。这些会议被称为两会。这些年度会议为期约2周，通常在3月举行，将有来自全国各地约3000名代表出席。本月早些时候，熟悉内情的人士已经向路透社表示，鉴于疫情严重，中国当局正考虑延期原定于3月5日举行的本年度人大会议。同时，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宣布，中国新型冠状病毒死亡人数升至1869人，确诊病例人数为72436人。东突厥斯坦新增确诊病例1例，累计确诊76例。观察者认为，实际确诊人数超远于当局宣布的数字。塔利班的一名高级领导人对一家亲塔利班通讯社说，对立双方已经相互决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协议签署仪式。美国与塔利班在卡塔尔进行了18个月的谈判。这名高级领导人是塔利班谈判团队及塔利班驻多哈政治办公室的核心成员阿卜杜拉·萨拉姆·哈法尼。哈法尼说，受邀见证签约仪式的包括来自阿富汗所有邻国、联合国安理会、伊斯兰国家和欧洲联盟的代表。哈法尼说，对话进程已经完成了。他说，我们已经草签了和平协议的最后文本。他还说，协议一旦签署，美方和阿富汗政府很快就将释放5000名塔利班囚犯，塔利班将释放大约1000名被其关押的人。然而，华盛顿强调说，双方达成的减少暴力7天的停火协议必须在阿富汗境内得到成功落实。只有在这一条件下，美方才会与塔利班签署和平协议。巴基斯坦奎达发生爆炸，造成至少7人死亡。当地官员们说，
巴基斯坦奎达一个宗教集会附近发生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至少炸死了7人，炸伤了25人，尚未任何组织对此次爆炸负责。